这样比较简单，比较单纯一点。那这个案件呢，是本局的安全检查大队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于今年的5月8号，在航流中心查获2箱密件的名义申报出口寄运至大陆广东2件快捷邮件，内夹藏了大概约3万多颗的不明药品。那经我们采样送验，均检验出第3级毒品芬纳西泮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1例元的毒品反应。那本案经我们报请桃园地检署高监佑检察官来指挥侦办，并清查过滤相关的资料。那专案小组分别于今年的5月10号以及7月24号派员前往彰化县鹿港镇一带，那查获了2名许姓的犯嫌。全案于侦讯后，将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来侦办。